Hello，大家好，歡迎返嚟香港看世界。今日係2026年1月13號星期二。回顧過去幾年，大家對於中國人口呢個話題，相信都已經聽到耳仔起枕。由2022年中國人口正式錄得負增長開始，全世界嘅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都喺度討論人口紅利消失、未富先老呢啲大題目。但係各位聽眾，如果我話你知，原來我哋一直擔心嘅方向可能仲未夠深入呢？如果我話你知，除咗總人口下跌之外，連中國引以為傲嘅城市化引擎，其實一早已經熄咗火，甚至開始倒退，你會唔會覺得好驚訝？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篇嚟自最新一期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嘅重磅文章。呢篇文章嘅標題非常發人深省 It's not just China.Total population that's falling。中文標題我哋暫譯為中國人口怎麼了？點解連城市都開始消失？呢篇文章揭示咗一個好多人都忽略，甚至係中國官方數據都未必完全反映到嘅真相。中國嘅城市人口峰值可能已經過去咗。呢個對於依賴房地產、依賴城市擴張嘅中國經濟模式嚟講，絕對係一個震撼彈。今日嘅節目，我會分開幾個部分同大家詳細拆解呢篇文章。我哋會講數據背後嘅詭計，會講房地產市場面臨嘅終極噩夢，仲會講下喺呢個後城市化時代，中國政府打算點樣用高鐵同城市群嚟救亡。內容非常豐富，大家準備好未？我哋即刻開始。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到底乜嘢叫做城市人？喺中國官方嘅敘事入面，城市化仲係進行式。根據中國官方最新嘅統計數據，去到2024年，中國嘅城鎮人口已經超過咗9.43億，短短7年增加咗1億人。雖然政府都承認未來城市擴張會減慢，但佢哋依然定下咗一個目標，希望去到2029年，城市化率由而家嘅大約67%提升到接近70%。如果按照呢個劇本，即係話由而家到2030年，中國仲會有大約3000萬個農民洗腳上田，變成城市人。對於賣樓嘅發展商，對於賣家電嘅廠商嚟講，呢3000萬人就係未來嘅金礦。但係經濟學人呢篇文章引用咗聯合國 UN 最近採用嘅一套全新標準，得出咗一個完全相反，甚至係令人不安嘅結論。聯合國用嘅呢套方法係參考歐盟嘅標準，佢哋唔係睇你個戶口係咪城市戶口，亦都唔係睇你個行政區劃叫唔叫市，佢哋係用衛星圖像將成個國家切成一個1平方公里嘅格子。聽清楚啦，個定義係咁嘅。如果一個聚居地人口超過5萬，而且由連續嘅高密度格子組成，每平方公里超過1500人，咁就叫做城市。如果人口超過5000，密度超過300，就叫做鎮。用呢把尺去度，聯合國發現咗一個驚人嘅事實，中國嘅城市化率其實一早就唔係官方講嘅67%，而係高達83.7%。各位，83.7%係咩概念？呢個數字已經係發達國家嘅水平，呢個意味住中國其實已經過度城市化咗。更重要嘅係，聯合國嘅數據顯示，中國嘅城鎮人口總數其實喺2021年已經見頂。文章預測，由2024年到2029年，中國嘅城鎮人口唔單止唔會增加3000萬，反而會減少超過1300萬。大家試下想像下個畫面，官方仲喺度畫餅，話有幾千萬人會入城買樓，但現實係城市入面嘅人已經開始減少。呢個落差就係今日中國經濟面對嘅最大黑洞。點解會有咁大嘅差別？文章提到，中國政府對於城市人口嘅定義，自從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嚟，改咗至少6次。好多時係行政手段，將原本係農村嘅地方劃入城市，或者將住在城鄉結合部嘅人都算入去，甚至係為咗造數去符合規劃目標。但衛星唔會講大話，聯合國嘅數據話俾我哋知，中國嘅城市化進程實際上已經完結咗。呢度仲有一個好有趣嘅細節，用聯合國呢套標準，北京人可能會好唔服氣，因為數據顯示廣州我哋大灣區嘅核心城市之一，原來先係中國第2大城市，僅次於上海，將北京擠落咗第3位。呢個亦側面反映咗珠三角大灣區嘅人口密度同連綿程度係遠超行政區劃所顯示嘅。講完數據嘅落差，我哋將鏡頭拉闊少少，睇下國際對比。
文章提到另一個令中國可能有啲丟架嘅數據，中國嘅城市人口已經唔再係世界第一，邊個超越咗佢？冇錯，就係印度。根據聯合國嘅數據，印度嘅城鎮人口喺2022年已經超越咗中國。雖然印度一直以此為傲，覺得自己嘅靈魂喺鄉村，但實際上印度嘅城市化速度驚人。呢件事對於中國嚟講，唔單止係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個頭銜冇咗，連最大消費市場、最大城市化潛力呢啲光環都開始褪色。當然有人會話，印度嘅城市又亂又差，超越咗有咩好講？但係從經濟學角度睇，人口就係需求，就係勞動力。當中國嘅城市人口開始萎縮，意味住對於基建、房屋、服務嘅需求都會同步萎縮。而印度正正處於中國20年前嗰種爆發期，呢對於全球資金嘅流向絕對係一個重要嘅指標。外資撤離中國轉投印度，唔係單純因為政治，背後係有實實在在嘅人口數據支持。講完宏觀數據，我哋嚟講下最貼地，亦都係對中國經濟影響最深遠嘅話題——房地產。我哋都知道，過去20年，中國經濟嘅最大引擎就係房地產。地方政府賣地賺錢，發展商起樓，老百姓借錢買樓，賭房價會升。成個遊戲能夠玩落去，最大嘅前提就係聽日會有更多人入城。只要有源源不斷嘅農民變成市民，只要有剛需，樓市就算跌都有個底。但係《經濟學人》呢篇文章引用咗一份好特別嘅資料。今年1月1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表咗一篇文章，聲稱中國每年依然需要興建1000萬到1490萬套新房。佢哋引用嘅數據係嚟自一間叫中國指數研究院嘅機構，假設城市化率每年仲會升0.7個百分點，即係每年多730萬人入城。各位，你睇到個問題未？官方嘅規劃係建基於每年多700幾萬人呢個假設上面，但如果聯合國嘅數據係啱嘅，如果城市人口其實每年係減少緊，咁呢每年起出嚟嘅1000幾萬套新樓，到底係賣俾邊個？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我哋見到咁多鬼城，點解恒大碧桂園之後依然有咁多房企排住隊爆雷，因為個市場根本消化唔到。文章用咗一句好精警嘅說話：如果嗰個更加城市化嘅未來已經到咗，咁點算？呢個意味住中國房地產市場唔係面對緊調整，而係面對緊結構性嘅崩塌，供求關係已經徹底逆轉。當然，文章都提到一啲安慰獎，雖然總人數減少，但人均居住面積仲有改善空間。求是雜誌話，接近40%嘅城市家庭人均居住面積少過30平方米，大約320尺，有7%甚至少過20平方米，約215尺。所以未來嘅房地產市場可能會由剛需盤轉向改善型住房，大家住得逼，想換間大啲嘅。加上舊樓重建，呢度可能仲有一啲需求，但係指望靠城市化去救樓市，或者指望樓市再成為經濟火車頭，基本上係痴人說夢。接下嚟呢部分比較學術，但亦都非常有趣。文章提到咗一個經濟學定律，叫做齊普夫定律 （Zipf's Law）。簡單嚟講，Zipf's Law 係觀察世界各國城市發展得出嘅一個規律，係一個自然發展嘅國家，最大城市嘅人口應該係第2大城市嘅2倍，係第3大城市嘅3倍，如此類推，即係話城市規模應該呈現一個好靚嘅金字塔形狀。但係中國嘅城市分佈完全違反咗呢個定律。根據聯合國嘅數據，中國嘅超大城市規模太細，而中型城市規模又太大。點解會咁？呢唔係巧合，係人為嘅。中國政府一直以嚟都好驚大城市病，佢哋驚北京、上海人太多會塞車、會缺水，甚至會難以管理，影響政治穩定。所以政府一直用戶籍制度去限制超大城市嘅人口。你想攞北京、上海戶口，難過登天。相反，政府大力鼓勵發展500萬人口以下嘅城市，農民工去呢啲中小城市，好容易就攞到戶口，享受到醫療、教育服務。呢個就導致咗資源錯配，人天性係想去大城市，因為嗰度有最好嘅工作、最高嘅人工、最多嘅機會。呢個就係所謂嘅集聚效應 （agglomeration benefits）。但政府就係要將人趕去中小城市，結果係點？大城市依然逼爆，但係因為人為限制，發揮唔到應有嘅效率。
中小城市起咗好多樓、好多基建，但留唔住人才，變成咗低效嘅投資。文章引用咗作家 Ian Fleming 嘅一句話 ：Nothing propinquity like propinquity， 冇嘢比鄰近更能促進親近。意思係話人同人住得近，交流多，創新同經濟效率自然會高。中國人為地打散人口，其實係犧牲咗經濟效率。既然人口見頂，城市化停滯，甚至違反咗經濟規律，咁中國政府打算點樣行落去？文章最後提到咗中國嘅對策：城市群 （city clusters）。既然我唔想北京、上海無限擴大，咁我就用高鐵將周邊嘅城市全部連埋一齊。文章特別點名提到我哋身處嘅珠三角大灣區，透過高鐵同城際鐵路，將廣州、深圳、香港呢個超級鐵三角連埋一齊。根據估算，呢個集群嘅總人口達到7200萬。如果將呢7200萬人視為一個虛擬嘅超大城市，咁佢就符合翻 Zipf's Law 嘅預測啦。中國領導人嘅如意算盤係，雖然每個城市嘅行政邊界冇變，社會管理依然分開，但喺經濟上，透過快速交通網絡，佢哋可以變成一個整體。住喺東莞去深圳返工，住喺佛山去廣州開會。呢個就係所謂嘅 Sino-Futurism 中華未來主義。文章開頭提到藝術家 Lawrence Leck 嘅作品，形容中國嘅未來係 gloss with grime， 光鮮與污垢並存。一方面係高科技嘅高鐵摩天大樓，另一方面係人口萎縮、舊城衰退嘅現實。呢種城市群策略係中國試圖喺人口紅利消失後，通過基建紅利同效率紅利去維持增長嘅最後一招。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做少少深度分析，結合《經濟學人》呢篇文章同我哋對中國現狀嘅了解。呢一切意味住咩？首先，最大嘅挑戰在於財政。過去幾十年，中國城市嘅擴張係靠舉債進行嘅，地方政府發債起路、起新區，然後賣地還債。而家人口唔再增長，甚至減少，即係話冇人接盤，咁啲債點算？中小城市會係重災區，學江只係開始，未來會有更多3、4線城市，因為人口流失變成收縮型城市。當地嘅公務員發唔出糧，巴士停運，暖氣供應不足，呢啲新聞喺2026年可能會變得司空見慣。第二係社會心理嘅衝擊，中國人習慣咗明天會更好，習慣咗發展解決一切問題，但當城市開始消失，當房價長期陰跌，成個社會嘅預期會改變。年輕人點解躺平？因為佢哋睇唔到透過買樓實現階級躍升嘅希望。呢種低欲望社會嘅心態會進一步打擊消費。但係有冇機會？絕對有。文章提到質素嘅提升，當唔再追求量嘅擴張，城市管理者就被迫要關注質嘅提升。對於香港人或者大灣區嘅居民嚟講，呢個可能係一個機遇。因為國家嘅資源會更加集中喺少數幾個有競爭力嘅城市群，珠三角、大灣區同長三角會成為中國最後嘅堡壘。因為人口雖然總量跌，但會繼續由窮地方流向富地方。未來嘅中國會出現極端嘅分化，強者越強，弱者越弱。一線城市嘅核心區依然寸土寸金，但偏遠地區會變成荒地。對於投資者嚟講，以前係閉眼買樓，而家係要精挑細選。你要賭嘅係邊個城市群能夠真正實現同城化，邊個城市能夠喺人口退潮時依然吸收到年輕人。總結今日嘅內容，經濟學人呢篇文章撕開咗中國城市化神話嘅面紗。一、官方數據同現實脫節。聯合國數據顯示，中國城市人口已於2021年見頂，城市化率實為 83.7%， 而非官方嘅 67%。二、房地產嘅危機，每年1000萬套新房嘅規劃可能係建立喺錯誤嘅人口預測之上，供過於求係結構性嘅。三、違背規律嘅規劃，中國打壓超大城市，扶持中小城市，違反 Zipf's Law， 導致效率低下。四、未來嘅賭注依靠高鐵串聯嘅城市群如大灣區係最後嘅救命稻草。2026年嘅中國，正如文章所講，係一個光鮮污垢與衰退混合體。高樓大廈依然亮麗，高鐵依然飛馳，但街道上嘅人可能會越嚟越老，3、4線城市嘅燈火可能會越嚟越暗。呢個係一個全新嘅時代，一個減量發展嘅時代。我哋身處香港，身處大灣區，既係觀察者，亦係局中人。
了解呢個大趨勢，對於我哋規劃自己嘅資產、事業，甚至係下一代嘅未來都至關重要。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關於中國城市消失呢個話題，你又有咩睇法？你覺得大灣區能否獨善其身，定係香港都會被捲入呢個收縮嘅漩渦？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寫低你嘅意見，我每一條都會睇。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內容有深度、有啟發，記住撳個 like、訂閱香港看世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關心中國經濟嘅朋友。我係漢哥，我哋下集見，拜拜。